在动，鼠标在动，鼠标动。对对对，好了，你把那个报价调出。拉上拉落都 OK 嘅，但係如果譬如我再重啲啦，加啲電推落去啦，個重量即係當佢即係等於擺滿晒嘢啦。咁佢其實佢就會自己瀡落嚟，都快好多咯，係啦。咁上去一下咧，就一隻手指都難咗，可能要2、3隻手指先上到，因為佢始終都重。係啦，係啦。